这条车古调改编的放盘西城区，若爱听台湾歌的少年家，真侪拢会知。若国情之言呢，细汉时啊，中昼食饭配电视咧看综艺节目，天天开心，主题曲嘛真好听。若甲阮爸爸、阮妈妈共背，咱少年咧唱《田庄行歌》，咧唱《流浪到台北》，陪伴行过青春时的歌声。国情头拄仔所讲。每一条歌拢是黄世田伫咧歌坛、伫咧业界的代表作。是讲你敢知影？黄世田家己嘛会写歌作曲。今仔日咱要邀请伊来心所爱的歌节目现场做伙开讲。咱先来听，甲伊共起义另外一位作词作曲家陈和平老师讲起双人往来过程。细汉这人真厉害，伊本着伊就做表演天才，所以伊法度拄第时会戏，会演戏，伊拢是黄水红安排拍花戏，所以阿西电视剧嘛，黄水红为制作的，所以伊伫电视剧方面有是有迄个天分啦。可是黄水红伊的主持功力，伊的台顶的迄个风度，毋是唱歌尔，伊无论是主持、演戏，加个改良。确实有错啦。20多年前，我带新妇，黄俊雄、谢庆拢来啦，这个出席朋友来，伫3日饭店，细年也来，细年来甲黄俊雄坐做伙，坐做时阵，迄天拄好3日迄个雕总的张荣华，来结婚，黄俊雄问细年讲，细年啊，佮恁总的这个会娶某，你来伫遮无去，毋使，我来我会去啦。到和平个遮先重要，这我等下过。一路煞了，黄志勇甲谢金龙斗开讲，黄志勇讲一句话，和平啊，你交现在这朋友价值啦。伊讲好，有够始终啊！伊讲一般人，我大家头家重要哩。这款的朋友是朋友啦，就来到上个你签一个名，你说等的，大家咧无用，坐一个走就好啊，伊头坐到尾。伊笑我，毋讲你私下，伊照咱传说咧，无咧会甲问咧。是啥物事？伊做甲问咧，毋是我咧吼，你笑伊还笑无？伊讲我真规个意见就对啦。但是呢，伊个唱法吼，有特色。最听我嘛，写讲台湾味的，汉族味的。我发觉一点啊，这点是只要是讲吼，天生毋是真正厉害，伊可能嘛甲本性有差啦，伊只。草地味较重，汉字味有够重，这本土的。咱两个自从60年来，为了台湾歌谣、台湾乡土艺术，奉献已经4人啊。不过呢，我另外无够会，我一个希望你甲我互相鼓励，每一天我是快乐的心情，将身体顾好，会当活啊700岁，咱个拼20多年。为了台湾的乡土艺术，过来努力20年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。剧情趣味是一幕又一幕，来哟，你来遮坐，你来遮坐，讲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囝，小招你大听。阿公伫边坐，迄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对阿婆搁使一个目尾，阿婆才知。是阿公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。
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个步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幕又一幕。来哦来哦，你来遮坐，你来遮坐，讲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，小招你大听。阿公啊伫边仔坐，迄阿婆啊真歹势。阿公啊对阿婆啊，搁使一个目尾，阿婆啊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开心。实在一直加加成就，咱唔免加解说，唔免加介绍。正讲台湾久长以来乡土味的歌王，咱来欢迎黄世典老师，老师欢迎。郭振老师你好，咱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仔日会当伫咱面头前看到你，我嘛看到你安尼看真久啊，敢若看你伫遐咧解说咱即个台湾话这吼，我甲你看偌久啊呢，哦，无简单。啊是讲你若讲安尼吼，我就原来要表示安尼。嘿，那你吼，我自细汉就看你大。哦，这是有影，这有影。都较早吼。迄阵你这算少年啦。那听我的歌吼，差不多拢做，像做阿公，嘛有做阿祖啊，有做阿祖啊。啊，就是对爸母听，听到正台湾味的，听到恁较早咧唱《田庄兄歌》，迄就是袂输敢若尾仔人咧唱《向前行》，讲要来台北拍拼迄种心情啊。这是安尼，因为较早我对唱歌无兴趣，我阵15、16岁的时阵吼，迄阵拢干那咱庄脚人咧想讲咧。然后一技之长，来去学一下功夫，哦，安尼就真好啊！你吼，就当趁钱啊！咱去甲人带人吼，即个较早一间叫做五金店，了后就去带迄五金做店员，伫遐卖物件，送物件，载暗光，载什么货，拢卖一寡即个物件啦。迄个时阵拢会开始听，听垃圾乐，较早听电台垃圾乐。即摆了后。一年换24个头家，一间带了换一间，一间带了换一间，安尼。我今日做了，才换去做即个叫做拍琴啊，拍琴啊，佮做了后，叫换做目，就咱即摆做目唱，目唱，因为阮两位大兄拢是咧做目唱的，所以我对做目唱。那做工课，就那听垃圾哦，收音机，放歌，就那对唱，唱开始然后有兴趣，有一摆。我咧住即店的对面都一间戏台，迄间戏台呢，拢迄阵都黄三元啦、文夏啦、洪一峰，因这我的前辈者，伊拢会去随片登台，随片登台。伊随片登台哦，我逐工就拢倒伫阮门口，我才看到，我会感觉讲人个做歌星会遐好安尼吼，逐工咧互车人咧送来送去，车来车去安尼，咧歌迷就规大堆拢会围我咧安尼，拢会欣赏，安尼就开始爱唱歌。结果我内底一个师傅做目唱的师傅，甲我偷报名，讲叫我去比赛安尼，迄拢是拜6礼拜嘛。我讲我讲好啊，无安尼来去加减来去报名比赛嘛好啊，安尼，我就去迄张摕咧，就去电台啊，差不多拢一班拢20-30个啦，排到调我要唱啊，我拢警卫拢甲我赶出来啦。是安那？就讲我伤细汉，我年岁无够安尼啦。我就就讲奇怪，我唔相信，我第2礼拜搁去，搁去了要甲我赶，我就无爱走啊。我讲，伊讲我是安那你寄这互我是安那，我哪袂当来？伊讲这是要成人组、成人组的，成人已经爱18岁嘛，迄阵我16岁，哇，安尼无法度想要转来，结果啊，这个陈水昌先生甲林丽华小姐，迄个时阵是伫咱这个公山正言电台，也是即摆的正声电台啦。这个林丽华小姐呢，伊是阮故乡阿莲的这个新妇。伊做伫阮兜隔壁尔，伊捌我唔捌伊啦，是伊看到我讲，你毋是迄个胡平啊？我讲，你来捌，你都迄中华因后生迄胡平啊？你讲嘿啊，
我知影讲原来伊是某人安尼。伊讲来唱看觅，要互我算啦。我就我算看嘛好啊安尼。就去唱。结果我是歌唱出来了后吼，伫遐伫高级比咧唱了。来本来10个啊，遐来要唱歌的人拢围伫迄窗啊遐，拢大家拢围伫遐看。你看我唱歌安尼啊，我就愈唱愈自信，我就感觉讲，我是毋是我是歌声遐好，恁大家拢爱听安尼啦吼。按照感觉讲，我袂歹，怎互我进入复赛？哦，进入复赛了，佮互我进入决赛，决赛就去台南的破爱顿。我出来吼，我抱我声别咧叫啊，我就讲，这声应该会对安尼。好，我出来唱歌，我就唱迄个黄三文先生的歌。拄唱煞的时阵啊，是毋是爱分第1名、2名、3名？1名拢伫遮，2名伫遮，3名伫遮。这边后壁规排拢第4名，拢无对的就对啦。我若无对，我就徛伫后壁，也是引旗啊。剩迄拢后红包啦，后什么冰箱啦，后电风啦。我敢若个引旗啊排伫后壁安尼，是无对。我想奇怪，我若无对，结果毋是，结果伊甲我解释讲，因为我是算未成人，我毋是成人组，所以讲我袂当歌，我是互我算尔，袂当参加歌唱比赛。因为迄阵我都歹势出门，我想我都无对无人迄规个装卡，大家若听到我要唱歌，当作我歌星啊。我拢去菜市安尼行一撮呢，感觉足好当看你后面参加比赛这个我做呢，我都无对就毋敢出去啊。结果迄厂长来阮兜，就甲我讲，我是毋是有想讲要去因药厂去算去包药啊，做工就对啦。那做我想讲，有头路就好啊，来去嘛好。伊讲去呢，因为阮拢差不多1、2个月伊就用一个康乐队，去迄装卡吼，去唱歌互听，后不变魔术的，后唱民谣的，后啥物啊，用一个康乐队，因为要宣传因家己的药厂的药啊。对，若有人甲伊药房老甲伊买，伊就会去遐算做甲伊帮忙遐唱歌互听，介绍讲，迄间药房有阮这公司的药厂的药啊安尼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想我唱歌迄阵开始就有兴趣啊，我就好安尼我要参加，才去了真好真拄好这个厂长呢，伊来台北，甲人公家就是讲做伙鼓动这个唱片，迄阵做雷虎唱片。雷虎唱片的时阵，才用这残存野歌，甲一块叫做风流的最残人，这2块要叫我比赛。毋是讲来就唱歌，毋是爱去比赛爱4、5个就去比赛，唱了较好的人，毋是讲有着顶无着顶，是这块歌你若唱了较好，就互你冠安尼，就去电台唱，唱了因拄开会听，结果就真好运去选着我残存野歌，就这首残存野歌。真正冠残存野歌了吼！你头拄我咧讲的，我原底看戏台行出来，文溪黄三元，拢有车载来载去。你是毋是原来生活经济原来有改善啊？原来甲因共款有车载啊？迄阵是抑阁无。那样呢？迄条歌遐迄度，甲即马大家抑阁遮爱听。唱迄条歌都无钱的呢。那无钱。无钱，我伫公司，我伫唱片公司内底虽然是唱歌，迄条歌作红的啊。我是伫遐咧包唱片的，包互人的200块的月俸啦，1个月啦。唱歌无钱啦，唱歌无钱，第一条无钱。到流浪到台北唱第2条的时阵，伊唱迄条才互我200块。伫迄个时阵200块算做真济啊，200块了，就唱一块歌就200块安尼啦。了怪阮拢。迄阵一块唱片拢大约唱2块歌尔，因为后游军、游风、过大城，我拢常常做伙做一块唱片，所以一个人会当唱2条歌，所以讲迄段时间唱了1年尔，迄间公司就无做啊，雷虎就无伊啊。我偌久人就小吹啊，毋是，人就讲请你去会美啊，敢毋是？迄阵就是去会美啊，迄阵算袂歹，伊迄一块唱片就爱12条歌。1年爱唱4块唱片，4块唱片呢，伊互我迄阵袂歹，迄阵互我4块唱片互我2万块，迄阵就2万块就足济啊！2万块，阮爸爸就去阮遐一个大工山，拢有在灵应，
哦，啊灵影哦，拢会用去用某的，譬如讲，这山片的灵影，啊去你较侪钱某着的人，啊，着家己做头家安尼。哦，阮老爸哦，我阵上欢喜就是迄个时阵，伊拢去人做工的，结果哦，迄工迄摕迄2万块，总啊去冒规山片的灵影。啊，有人讲啊，迄个湖平因老爸吼着奖券啊，喏，即摆做头家，啊，着请工来啊，灵影啥哦，做甲足欢喜。到迄段时间是算是阮老爸上欢喜的时阵。我来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1年。想起彼当时，甲伊来分离，一时阵。不知怎样悲伤自泪滴。虽然是男儿立志，虽然是男儿立志，有怨心稀微。今夜的月光白茫茫，照在玻璃窗。予阮想起着故乡伊一人，伊对阮有情有义，将来有希望。为怎样有命彼人？为怎样有命彼人？变成流浪人。看见着迄边山顶，孤雁号无停。思念妹妹啊，不是阮无情。为将来的咱幸福，甲人有比拼，才着来流浪打拼，才着来流浪打拼，也是为前程。为怎样运命彼人变成流浪人？听这首歌，听黄世田老师较早咧唱出台湾囡仔来到都市打拼的心声。事实讲，老师，阮感觉讲你一条歌就对啊，一条歌就出名啊。甚至我知影迄当阵社会搁举办投票，大家寄明信片，你原来是甲叶启田咧车边歌王。啊！你讲吼，敢若收入无讲改变足济，这你无讲，阮唔知呢。安尼吼，即我甲叶启田嘛，算作是讲，嘛是阮的悲哀啦。伊就是安尼讲，因为较早吼做唱片啊，做唱片吼，
你公司唔免登记，你就听个卖唱片啊。卖唱即摆讲有唱片公司啊，我有公司的牌照，才会当卖唱片。较早唔是，较早我你讲旅好唱片，迄就是因为你卖的时阵是无申请的，哦了人申请的人是别人申请，啊所以迄阵我无去，啊所以你讲我唔知去回味唱片，啊这样去回味唱片了后倒转来，去几地关了，我啊个无头路啊，啊我这个。啊，正拄好等到这个做学金的，哦，这个苏老师，伊呢有开这个音乐教室，爱多看到我去台北的时候，讲你来我教室佚佗者，我教室遐哇，遐学生囡仔，逐个人对我真好安尼吼，拢真欣赏我，讲往后生定来这样，伊老师讲，无你就规日让我住遮，你让我住台北就对啦。互伊饲啦，伫迄个时阵我还阁未晓音乐，但是有一个好处，我就伫遐个学生哦，会足好招的，逐个拢足爱来甲我斗阵安尼，哈，我就住伫遐，暗时还阁住伫遐，哦，就是较早的火葬场的边啊，阮的迄个隔壁吼，我住伫2楼，边啊就是一个墙啊隔壁我早起就听到人伫咧砰砰砰砰，就伫咧你上妆的啦！我早起就听到这透早起来，这边啊拢乌索索，人拢会烧嘛吼。啊，我是伫遐住差不多1年的时间。啊，伫迄个时间呢，这个苏老师为着我，伊才去招几个股东，佮拍一支叫做流浪到台北。迄个时阵我就是流浪到台北。迄阵啊真红嘛吼，哦伊用这个流浪到台北这个名，就安尼吼招4、5个啊，大家做股东，啊来拍一支电影。迄阵是黑白片、黑白片，而且流浪到台北。啊，流浪到台北就拍落去了后，阮才坐大家嗰个碎片顶台。换咱碎片顶台啊！我碎片顶台，迄阵袂歹，迄阵我去唱一工哦，啊唱几啊场啦，拢走来走去都走场啊，一工有咱200块，迄阵也袂歹啊。拍电影还半年，啊了后碎片顶台半年，所以1年的中间呢是拢差不多安尼拍电影碎片顶台，拢总有拍过两支啊3支的碎片顶台了，啊了后过来这段时间就了要做兵啊，去做兵了后倒转来了，才拄陈浩平老师，伊就等我转来了，伊讲要来台北。啊，叫我介绍来台北，我讲好啊。迄个时阵呢，陈浩平去甲海山唱片，海山唱片拄请伊做，敢若是主任啊，啥物吼？啊了伊伫遐，就这个黄敏老师啊，黄敏老师呢，送伊一台风琴，用迄个，伊本来袂晓乐理，伊为着兴趣，伊讲我一定要来做歌，而且吼，逐工就学迄台风琴，学到。才给我写底，叫我知我就去，混甲死，甲卖菜鱼啊！啊对。啊伊吼对你安尼足感谢，感觉讲吼，你真正是有情有义。头拄啊，阮听伊咧讲起，讲因囝娶某迄个，你自头甲坐甲尾，规个喜宴拢无惊开骹，是共款电视台的头家咧娶某迄天，讲起来吼，这点伊记伫咧心内，啊嘛真正表示你会做人。唔是啦，因为阮算做咱兄咱弟啊，就大家做伙拢为下港起来拍拼啊，你搁较安怎嘛是一定爱大家收听啊。这点唔是干那伊讲，咱知影讲伫咧业界，大家拢钦服讲，你做人唔捌改变过。是啦，因为咱做装卡吼，咱嘛未想着讲，咱今日会来做艺人啦，嘛是想讲咱本来是拢一个装卡囡仔，啊有一个一技之长，有头人啊食就好啊，啊想要讲来做这个，啊所以来做这总讲一句，是有比人艰苦人更较轻松啦，啊所以讲啊我就感觉真满足啊，就感觉咱有个人会讲起来台北，啊嘛真侪人当着我感觉，我要紧我厝虽然会矮啊。啊！你若无去验，哦，你对高雄起来，啊你无你就到我厝诶。我听定嘛，除草树啊，困来的，安尼。啊我但是我虽然是讲请是讲话安尼，甲迄个饲因袂起来讲，不过上至少我嘛讲安尼用迄个用炉啊吼，啊大家做伙来食，哦安尼，就大家做伙拍拼啦。我知影
像讲这个长青，吼，哦伊嘛足感谢你。因为长青伊较早是拿宝酒伊上早伊是一个伊是舞蹈团，上早舞蹈了后才叫伊伫遐驻唱练唱歌，爱就变成驻唱，驻唱了后，因为我等到我做兵转来了，我去这个拿宝酒去遐做秀。去做秀的时阵哦，我拢做较长期的啦。你我做1年我都不要紧，但是我钱无甲你计较。我较早是拢安尼，因为我爱唱歌，我爱演戏。歌厅你迄种 live 的你就看我的，你不然我若无伫咧，我若要请假要去拍电影，还是要创你演我的安尼。了后我拄当着有一个机会，拄好这个台视的时阵，迄阵要演一支叫做《戆囝赛》，要戆囝赛呢，拄好叫我演，叫我演戆囝赛。因为戆囝赛进前我甲演一支，唔系啥物，因为迄阵我伫一支接一支，拄好了我算欠人歌厅的日子欠人啦。我也无去唱袂用的，所以我毋知讲无安尼，无我介绍一个种感觉。共型的，拢有我戏的，来试看卖安尼。迄阵演足久的，了伊就迄支了伊就红起来，安尼，就自安尼开始的。永早大家就是叫伊水鸡土啊，就是对遮啦。对。争土味，所以要来再会啦。趁着机会，回家载阮要去哦。总是交代迄个心爱小姑娘，叫伊免担忧。来去赌市，若趁有钱，我会转来。摇咻咻，蹦蹦咻，蹦蹦，踮车来，摇来摇去，也摇到台南。哦，台南到了，便当实习。咧沾水牛，所以决定再会啦。趁着机会，火车载阮要去哦。想起小姑娘会迷人红水豚，一时心犹闷。为着将来你咱幸福，暂时忍耐。摇咻咻，蹦蹦咻，蹦蹦，踮车来，摇来摇去，也摇到台中。哦，台中到了，田豆果子。所以暂时再会啦。趁着机会，火车载阮要去哦。最好你我妹，你身体若平安，我唔惊艰难。若有时间，一定写批安慰着你。摇咻咻，蹦蹦咻，蹦蹦，踮车来，摇来摇去，已经到台北。台北到了，马路车的旅客，请唔通袂记咧别人的物件。
所以迄个时阵，你伫歌厅，人嘛有啥甲你扭甲无唱，你伫电视台嘛一档接一档，讲起来是真发挥的时阵啊。啊，毋过大家拢知影讲，你哪会即款的工课，颠倒无保持，颠倒去甲人投资生理。因为迄阵流行录影带，啊，流行录影带拢人来拜托阮讲哦，是毋是会当拍短剧，哦，拍即个录影带的短剧，一块带哦，差不多点半钟嘛，一块带啊，袂互因，互因发安尼就对啦。哦，譬如讲，伊若一块100万互你拍，啊，你若拍90万，你会当趁10万嘛？哦，迄阵是安尼想啦。我讲，安尼嘛会使咧，爱费力我佫家己也爱演呢吼，佫家己演呢，家己来拍嘛袂歹。啊，结果从家己落去拍，家己拍的时阵出钱落去拍，甲拍2支3支吧，拍好了，我迄个人讲伊无爱滴啦。伊无爱啦，伊讲伊无爱做这个啦，安那。啊，我拍落，所以咱故意人就是安尼啊，咱无法当做生意就是安尼。拍好了后，就敢若亲像即摆碰课共款意思，哦，足想讲要拍，一种来钱开落去啊，你用抽起来，你免来钱啊，共少咧，所以免嘛。哦，就是安尼毋种无好啦，头剃落去啊，好规矩，怎家己做，才家己做公司，啊，毋则做咧到底，哇，愈做愈聊愈大，啊，才欠人真济，真济钱。伫民国70年的时阵，啊，欠人袂少，啊，阵拄碰到都天开心哦，伊咧想讲要演出天开心哦，啊，叫我。伊知影讲我有一寡物件会当伫遐家做，叫我家策划就对啦。安尼啊，我就摕20万互我，啊20万互我，我想20万袂歹啊，你20万吼，我就当因为身躯拢无钱，迄阵拢无钱啦，迄阵摕这边啊，行这边摕迄边，迄阵已经安尼嘛吼。尤其迄个时阵，你的囡仔佫当出世对吧？拄头一个出世。头一阵都出事，无趁钱买用的，佫欠人规大堆啊！哦，我才去天天开心遐，去而且去天天开心了，甲做迄块天天开心的歌，哦，迄阵拢我做互伊，佫甚至佫甲伊编曲啦，吼，佫从来拢开始拢安尼啦，迄阵都我就上自我乐教，阮3个基本嘛，吼，上早，哦，就是安尼，我开始写歌。开始写剧，安尼讲起来，原来是逼到的咧。来逼到，毋是讲我做欢喜要来去做，毋是逼到情形下去写这歌是安尼。较早你著干那单纯唱歌，真正要换咱写歌的时阵吼，你迄个灵感，也是讲迄个写的过程吼，当初时到底是安怎写出来迄个情景？因为伊甲我敢若甲我讲歌名啦，敢若讲伊要做啥物款的，做天天开心安尼。哦，安尼讲好啊，无用天天开心的主题来去，互大家欢喜。迄阵敢若想讲吼，要安怎去做这个，做这个做咱的剧的这片头的歌，因为片头的歌，咱的片头的歌名啊长嘛，短啊。迄阵啊，剧人也爱看，个歌人也爱听，变成伊变成人也无听，咱也听了这个歌就知影讲天天开心去开始演啊。就迄个情形安尼，天天开心一个轰动，哇！大家搁安尼甲你邀请讲，对，你咧做这个短剧吼，有够侪人爱看，尾啊你搁写综艺我甲你，搁做阿西进嘛，迄嘛足厉害呢。迄尾也是搁换过中视的时阵啦，因为本来是讲中视这边因为迄阵我已经天天开心，拢互别人做啊嘛，拢互导的啦，啥人去做啊，我就无做啊，因为我。拢外口爱去趁钱啊！我外口甲歌厅借足侪钱啊，甲歌厅啊、餐厅借足钱，爱去唱行人啊，所以讲根本无时间通去讲去演电视啊。所以迄段时间拢无演的时阵，了后过几年中间变成敢若讲另外中视要来邀请我去，共款要做这天天开心。
啊，但是我咧要12点，我讲袂使，因为12点我天开始是我算我做出来，时间是我家己做出来。啊，伊讲啊，我讲无你安尼，伊半点钟嘛，啊，你这边的12点半，哦，啊12点半你若听我12点半，我就听我过来做。啊，本来12点半是咧做布袋戏啦，什么会到迄个时阵就迄个时间，敢若人较无伫抢啦。我就讲啊无甲做起来，啊结果嘛是做起来，迄阵阿西姊嘛是甲做起来，啊其实嘛做起来了，迄个时间就变成了大家拢抢要爱安尼。啊，你真正是拢甲人好，拢会替人想，拢会带念讲，人迄边是我做起来，莫甲人相帮。因为天开始是我，敢若我生出来囝共款，啊你讲叫我讲过来做这个安尼，我无爱，我绝对无爱安尼。你有一站吼出唱片，因为做剧成功，就较冷站啊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有发觉讲，伫咧差不多20年前，有一个专辑的唱片叫做《英雄》。迄个阵你做《招来83亿》做《英雄》长风动的时阵，迄个唱片内底吼，哇，收入各路调吼，拢你家己作词作曲的歌。啊，这个歌，敢是原来有个人逼出来？这是安尼啦，这是因为我伫迄个时间吼。迄个时间是因为都等到豪记唱片，豪记唱片呢，伊算做我那，敢若讲，头家哦，头家敢若真爱我家唱歌安尼，啊都好啊等到2个新人，迄个时阵叫做这樱桃姐妹，啊因两个拢毋捌上过电视，因为伫公司已经多几啊年啊，但是因拢是唱口水歌，无家己的歌。我讲啊无好啊，无我来做几条啊，互老师做几条啊，老师因去制作，吼啊来做成唱片，啊会当将因2个人甲推上这个电视台安尼。啊我嘛想啊，遐久啊毋捌录唱片啊，无录者嘛好，因为我的时代就是咱遮欧吉桑、欧巴桑较爱听我这口味啊，所以我就拢会写较一寡哦，甲咱台湾人听较有诶，这欧吉桑、欧巴桑较爱听的。这较接地气的歌安尼，是因为安尼个写出来。我知影你将过去少年的时录的《优雅期》，嘛佫摕出来吼，甲2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甲你讲的樱桃姐妹尾来改芭比，因为对唱，嘛真受欢迎。啊，你佫家己写蚵仔面线啦，写吊水鸡啦，这真拢是你咧讲的正乡土味的。应该会讲讲是我较介意这款的味啦。你讲要一寡即摆新的对咱较无感情，较无感情，我唱出来吼，虽然拢下来要学嘛是会晓啊，嘛是拢会当唱啊，毋过唱出来毋是我想要爱唱的歌，我想要爱唱的歌就是讲我要唱我较拿手的，较想要唱的迄款歌。我既然要唱，毋是讲干应付一个，我就现在唱一个啊留咧就好啊，我无爱安尼，我较爱讲要唱来唱到。对咱较有意思的，哦，譬如讲，哦一寡，哦，像我写拍好了才亲兄弟啦，哦，这种我拢家己写，写是啥写？因为我拢总有6个兄弟啊，一个大姊拢7个，哦安尼，啊7个因为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，讲兄弟啊，袂讲大家袂公平嘛，有个人头路会较好，有个人头路较歹，有个人会较要安讲，较无法度通咧讲。会趁钱，有个人趁钱就袂歹，毋过伊的责任爱负责足济，哦，负责规个是大人，什么拢较有责任的人，伊会担会较重，一定拢安尼，兄弟啊拢会安尼，所以我会写出这个心声。像今仔日我嘛有咱唱这个歌，唱这个歌的感慨我就无共款，因为我的兄弟姊妹拢已经伫旧年，我的小弟嘛无伫咧。所以讲，阮兜拢无人伫咧，都甲剩我一个，6个兄弟剩我一个，安尼。大姊嘛无，拢无人伫咧。所以今日唱这歌特别感慨较深，是安尼。少年的时阵，兄弟啊5支镜头伸出来袂平，毋过经过遮久的时间，咱回头来想，一定无定嘛会感觉讲，伊嘛莫计较，咱嘛莫计较。迄个时阵参加比赛，虽然你是后壁提引旗的，毋过头前排前3名的，可能拢已经无伫业界啊。你共款到即当阵，还搁伫咧拍拼，还搁伫咧互人看，
小等下继续来讲，你这几年大家真幸福的结束，认真生活，骨力打拼，主持节目的过程。小等下继续等下开讲。父母啊，是咱是兄弟，应该互相斗安慰。咱有缘，才会共一个腹肚来出世，无分大兄也小弟，无分小妹也大姊。有的是好命，田园归大堆；有的是歹命过日子。天公啊，咱丈夫嘛袂公平。父母啊，心内伊嘛甘心对待你。既然咱是兄弟姊妹，应该着爱互相鼓励，短短几十年做伙。兄弟有情，姊妹也有义，拍好掠插亲兄弟。父母啊，生咱是兄弟，应该互相斗安慰。咱有缘，才会共一个腹肚来出世，无分大兄也小弟，无分小妹也大姊。有的是好命，田园归大堆；有的是歹命过日子。天公啊，安怎分嘛袂公平。父母啊，心内伊嘛甘心对待你。既然咱是兄弟姊妹，应该着爱互相鼓励，短短几十年做伙。兄弟有情，姊妹也有义，拍好掠插亲兄弟。我真知影，你伫校志迄几年吼，拄好就是咧主持电视节目，去到各所在，当着足侪只的做头路，足认真伫咧生活嘛，做甲足成功的人。啊，是毋是原来即个原因，你才拄好去当着天老爸啊，甲伊迄个车高调，迄放盘洗身躯甲挖出来，煞变流行歌煞大轰动。对，因为即个歌吼，我是感觉讲，啊，这年啊，即个歌本来是拢总，这是个音乐尔。哦，是下弦来尔，吼，
会现来着，江得咧有江有流有啊，江得咧有江有流讲，伊是干那音乐的即个乐谱尔。啊，唱 melody 啊，嘿，甲唱 melody尔，但是无啊，因为即个田老师呢，伊家己去做这事，我听下感觉讲，即款歌哦，佫会当安尼做，感觉真趣味。即款民谣，即款物件是已经哦，会使讲，你已经听起来就感觉讲有迄个装卡的迄个味，就已经足重啊。啊，佫这个物件佫甲掺落去，安尼感觉哇，有够趣味的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我阵讲，即款歌哦，会当哦，摕去大家来唱，大家来耍，嘛是袂歹啊。啊，所以讲迄时阵，但是我佫有首歌叫老师哦，佫甲掺。改较小较日本式的蹦蹦蹦叭叭蹦蹦蹦蹦蹦，甲较有迄日本味的迄个感觉安尼，佮甲伊加落去。结果吼，真正，这条歌推出了后，嘛真侪少年加了解讲啥做车古调，嘛加真了解咱的传统文化。我来请教老师，久长以来你咧做的这种的工作，真正唱出台语歌，人咧讲的汉字啊味，我嘛相信啦。即马下辈呐，爱唱歌、爱听歌的吼，应该是过去恁即种作品爱加听歌，才会当了解台湾人拍拼、认真生活的过程。是啦，因为吼，即个咱较有年纪的遮吼，比如讲因听会落啦。啊，你讲即马的年轻人，当然即款物件因听袂落，因听袂落。即年轻人即马是干咧，大家会当嘻嘻哈哈唱。敢会当因咧耍的物件尔，吼，因听趣味，爱听安尼尔，无迄个，毋是听感情想要听的，毋是像咱这有敢较有年纪的吼，会去想讲要听迄个味，啊，甲回味迄个味，吼啊，即摆人就无共啊，所以讲嘛，我咱是感觉讲安尼是对咱唱的吼，迄个味，迄个歌声，咱迄个感觉唱出来吼，咱较有迄个气味安尼啦。啊，你若要叫我唱新的安，虽然咱会晓唱，但是都敢拄我讲的讲，唱起来敢无下咱唱歌，无下咱的即个味啊，对吧？啊，就唔敢唱啊。尤其我知影，讲安尼做节目做甲讲，互恁囝学校的老师学了。讲一定爱看这个节目，若无袂使。你说安尼，愈有一个公应感，愈有一个英语感，对无？对啦，因为这咱这草地状元，吼，这讲是嘛是要做遮久来吼，啊，嘛是看真济，咱这各行各业吼，大家拢认真拍拼，啊，才有法度通做甲遐尼啊好。所以讲这是咱所爱去学的，吼，人是安尼去做的。一个节目做20几档。一定嘛，你唔敢放袂落的迄种原因对无？是啦，咱讲那个是啊，我讲是讲哦，正做是做22年啦。啊，22年是因为久的关系啦，真做足久啊。啊，你讲别人都拢伊着咧改变啦。啊，你讲硬要去安尼做，我家己嘛是做袂落啦。所以无实在是有咱唔甘啦。因为也久的关系啦，所以讲我。就讲无需要停一下，吼，停一下就，这个节目咱小可互伊毕业一下安尼啊。毋过吼，老师，业界人情冷暖，你试验过、做务过，原来袂少。人对咱冷淡无情，我相信你经验了也真济。啊，是安那讲，你的下底啊要搁行业界，啊，你原来安尼搁放伊行入来这条路。啊，艺人我感觉讲，其实你也实在去做。啊，用心去做，啊，做你会晓做的。其实我感觉嘛是真好啦，哦，啊，莫去行偏的，啊，有未来无需要，咱应该做咱应该爱做的，哦，咱应该爱做，你来做，你家己应该爱做，啊，兴趣做的，我感觉这做头路是一种兴趣，哦，你要食什么头路拢共款，拢是兴趣，你才会去食，才会去做，啊，既然还佫会当做，安尼就佫加减做，咱都。看咱会起啊，毋是讲啊，你已经老啊啦，安尼无人爱去退休啊，啊，无毋过讲无毋对，讲是讲啊，你年岁济啊，爱退休，你已经伫社会上，你已经有得到偌济的功力，学到偌济啊，啊，你无甲放出来，是毋是啊？做无彩，吼，啊，你既然还佫会当叮当，啊，还佫会当做，毋
唔通定咧屈倒啊讲啊，我着等要等什么货啊？啊，拄啊等，无需要啊，会当做，咱就尽量去做。啊，你完全拢毋捌甲你的千金当过讲，莫行这条路。捌，因为我嘛是无爱，毋过伊着拢爱啊，伊着自较早囡仔着看你着知影，囡仔若看是大人，啊你做啥物，啊会去学，啊伊有兴趣，啊着互伊家己去行，吼啊伊来我着互伊着家己去行。我袂去来动车啦，吼啊尽量是讲，我是捌讲，毋免啦，着恁爸爸讲，人要讲哦，讲有红嘛是有红过啊啦，吼嘛免讲一定讲爱去做啥物货啊，要红啥呢？无需要，有饭通食就好啊，啊你着好好啊做就好啊，啊着有兴趣，啊着互伊家己做，所以我袂去遐动车啦，会安尼啦。啊，我知影讲伊的路吼，拢无啥考虑，拢家己开出来的呢。拢安尼呢，即摆囡仔都毋爱拢，伊咧颠倒不爱有人讲啊，恁爸爸是啥物人啊？伊无，伊爱家己希望讲伊家己会当去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安尼，啊家己去交陪朋友啊，朋友来斗帮忙啥，我有甲讲，我甲讲哦，朋友就是你的贵人，你拄着好的朋友，你爱去交关，歹的朋友咱就尽量疏远，啊若是好的朋友，你要加减交关，朋友就是咱的贵人，吼安尼。啊，头家当然是贵人无毋对，但是呢，你若无利用的所在，头家可能是毋是讲真介意你啦，吼啊。所以讲你爱知影讲，你要做，你就是爱有尽量去发挥你家己的本领，吼安尼。啊，人毋知遇到头家，毋知会甲你，而且毋知会甲你帮。啊，你若干来想拢无路用啦。你要做，要怎么去做呢？老师，你讲这几句话真正是金言玉语。阮袂输嘛，敢若你的下辈，真正甲你学着，啊，真正足感谢，当安尼专工来甲阮开讲。好啦，啊，人就是安尼啊，兴趣啦，兴趣上要紧。阮会搁拍拼，啊，尤其吼，我嘛望讲会当搁继续听到你，一定暗底也搁有真侪歌，还未灌唱片，还未发表的。你若安尼用得捏，无定，我相信啦，有一天吼，你安尼会当搁加甲阮介绍几条啊，你家己写的新歌一定原来有，一定有吼，啊，搁无发表一定也搁有吼。有啦，就希望有机会啦，有机会就当然有迄个机会，咱嘛会当讲搁发表啊是啊，啥物，吼就。看时机啦，是啊，多谢，甲老师开讲，真欢喜，开讲来家食。我要拜托黄世典老师，过去较少人甲你开讲作词作曲这方面，今日听你讲遮济，你嘛伫阮心所下的歌镜头前，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，互大家幸福，互大家流连的手印。老师请。安尼哦，哦，我遮功夫啊 I know。哦，这安尼这要印一个做一个纪念。人生难得有几时，你写的大事，总个我家里内底讲，所以专工来啊。我家里啊，老师请。好嘞，哎，这样来起，哎好，好嘞，好嘞，是安尼好，哎，哎，老师请坐。好。多谢你专工来，老师，今日听你讲这话，袂输敢若讲你头拄我讲的。到即阵还搁咧放功夫，啊咧继续教，继续无啦，这阵是要功夫啊！这每一个人拢共款的啊，伊的过程就是安尼嘛。人若是讲哦，到迄个时阵哦，你到几岁应该安怎行，你就安怎行，哦，啊，就莫去讲行你歹去安尼，哦，还是讲哦，你尽量啦，尽量较冒险的莫去啊。爱跟大家安尼啦。多谢黄世典老师专工来开讲。心所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